就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鲍坤琪日前向媒体人来指控，讲9年前甲性骚扰。不过国民党调查的结果讲查无证据，改为函请到台北市政府的劳动局来处理。这是让当事人真不满，认为国民党是为着要保全鲍坤琪。讲国民党的党中央是有派人来调查，但是并无外部的调查人，这无公正。鲍坤琪出面来回应，讲若有受到冒犯，应该第一时间就要马上去告发。鲍坤琪阁来补写一箭，射向着赖清德，讲赖清德大新的爱将古拉斯女士伫咧花莲做伤风败俗的代志，请问民进党的机制伫咧倒位？当你受到冒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就马上去告发。如果真有其事，第一时间就应该成为 cover story。防指控9年前甲媒体人性骚扰的代志，有党内查无证据调查结果，改倒小天。国民党立委鲍坤琪不爱食真，就是不爱食真。佮看出这是 NCC 伫咧主导 Me Too 的傲戏。这一出狸猫换太子 NCC 的水门事件，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一片混乱当中，一路追打进电视的傅昆萁，被围困的此时能够围魏救赵。让受害者发声明，该激动气，看到这个调查结果是真失望，佮经替国民党牺牲名声，就是为了保鲍坤萁的大会。不过当鲍坤萁离开现场时，佮雄雄翻头转来敲杀赖清德。你的贴身爱将古拉斯女士，在花莲造成这样伤风败德的事情，请问民进党的机制在哪里？检讨民进党性骚扰案调查机制，不过受害媒体人嘛恢复约谈的过程。7月7日迄天下晡，刚好一个国民党科技会主委给了解案情，而且过程一直提出鲍坤萁对伊的质疑，现在当时无随报道，完全无外部委员。劳动局这边呢会就是有相关的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当然都会来照规定去召开相关的这个会议，那由这个外聘的委员来进行评议。国民党讲，专案已经函请北市府处理，不过劳动局回应，即摆也未收到任何资料，对受害者来讲，应该是阁受到一摆大打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